22号下晡，教育局伫市府内举办乐龄学习好 Play 的学习影片首映会，透过甲实体课程拍成影片的方式，伫9月27号开始，长辈会当透过电视也是手机就会当直接收看乐龄的课程。使用电视也是线顶的方式，嘛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影响到长辈因学习的机会。我们台南市的A1、A2 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很高，居高不下。我们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分析了很多原因，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老人，他不管是骑机车、骑脚踏车、走路、开车，事实上都面临着危险程度不一的问题。那很多老人，譬如说骑摩托车，他不戴安全帽，就讲我讲骑啊，甲阮兜都紧紧啊，骑奥多拜都唔免2分钟，地上安全帽，这是交通规则的一个灌输也好，或者一个社会教育的形塑也好。我想说这个部分也很谢谢我们乐龄学习的各位老师，大家能够拨出时间，挖空心思，想出好的方式来跟我们年长者来分享。第一个影片以交通安全为主题，市长表示，台南市老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真高，常常长辈认为要去的所在伫附近，都无确实来遵守交通的规定，而发生事故。另外，课程嘛针对诈骗的议题制作成影片，希望会当透过线顶学习的方式，让长辈因会当更方便接受到经济正确的观念。诈骗案很多受害者都是年长者。所以说，我们每年我们台南市可以说防诈做了最彻底。我们不管是超商的店员，不管是农会的柜台，不管是银行，不管是邮局的，都已经是非常具有警觉性的。每个月我们都有开治安汇报，每个月的防诈金额都高达上千万。那我们都会讲说，宣传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有人上当？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人作为假冒他的孩子啦，所以他就会很紧张。所以说，对于这个部分，年长者的在希望说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安全，能够守住自己的退休本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很希望，很谢谢各位老师的辛苦，能够让我们年长者能够这个快乐的终老。那快乐的终老、健康的终老很重要。除了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除了自己的安全知识，除了自己的财产安全之外，就是希望靠大家的能够教育他们，或者是不要说教育了，能够跟他们相处，能够传播正确的知识。活动的最后，市长嘛颁发感谢状来感谢所有老师，透过老师用心制作的课程，希望让长辈拥有更好的学习效果，让因会当活到老学到老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